早晨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晨光暖愛心冰冰讀聖經嘅時候。感恩節又到啦，係一個象徵豐收嘅季節。田間嘅蘋果、金黃色嘅粟米同埋飽滿嘅南瓜，都喺陽光下閃耀着神豐盛嘅供應同奇妙嘅創造。正如神以雨水滋潤大地，使萬物茁壯成長，結出果實，神佢亦都會喺我哋嘅生命四季裏面不斷澆灌同培育我哋。當一年接近尾聲嘅時候，亦都係一個讓我哋停低腳步反思同感恩美好嘅時刻。或者呢一年對你嚟講係成長嘅一年，轉變嘅一年，甚至係掙扎流淚嘅一年。但請你記得，神從未離開過，佢嘅供應從不間斷。神正喺度預備你生命嘅果子，結束屬於你嘅豐收。正如腓立比書4章19節，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，在基督耶穌裏，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喺過去嘅一年裏面看顧同供應，無論順境或逆境，你都冇離開過我哋，並用你豐盛嘅恩典滿足我哋每日嘅需要。當我哋有軟弱、迷失、缺乏嘅時候，你仍然以愛扶持我哋，提醒我哋真正嘅豐盛不在於擁有幾多，而係在於有你同在。主啊，我哋願意將所有嘅憂慮交託俾你，深信你必照你嘅榮耀豐富供應我哋所需要嘅一切，喺耶穌基督裏叫我哋得着平安同滿足。求你幫助我哋學會感恩、知足同信靠，無論環境如何，都仍然讚美你嘅信實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多謝你哋今日聆聽神嘅話語。如果你喜歡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訂閱。我哋下次一齊再讀經禱告啦，拜拜。